很少听到爸爸妈妈厝啊阿婆母卡，内底迄大家庭每年都管热闹。阿婆每年都我和厨房底边太餐厨艺，也就和旁边当小帮手等等学习，所以从小就产生浓厚的兴趣。状态之后先参加村旅管理课，觉得可以学到村养还有旅馆管理，增加专业技能。后来和学校学甜点烘焙时，我发现和制作过程中，我觉得怪开心、怪幸福。我喺凤凰山，我想要做一个甜点师傅。我希望未来可以陪每家人也可以尝到幸福甜蜜的滋味。您好，欢迎光临，这里是树德家商实习旅馆。这间伫学校方嘅实习旅馆，就是我本同学做在伫老实际工作享用嘅环境当中，产前提批到能摆职场嘅工作方式。这下当伫做柜台接待嘅同学，就是人家摆去做职场体验嘅主角。佢係讀輪調式傳理管理科嘅馮文山。對家嘅服裝、表情、然後行態來看，學校對平時演練嘅要求，做得講係十分認真又嚴條哦。好，那這裡讓你們示範一下，模擬一下。雲山來，你看看示範一下怎麼用。假裝客人已經在現場，你要怎麼幫客人派送麵包？一個客人要有幾個麵包？兩個。對，一個客人要有2種不同樣式的麵包哈。所以來。我們輪調式餐旅科有學習中餐、西餐，還有餐輔的。然後我們半年出去實習，半年在學校讀書，總共是1年半。那時候國中因為家裡經濟狀況不允許，想說幫忙家裡分擔一些壓力，就讀這一科。然後也是因為有餐飲這部分，因為可以煮菜，那時候對這部分好像蠻有興趣，所以就選擇讀輪調式餐旅科。原來兩種輪調式嘅課程，做得本同學呢段時間裡度結合校內嘅理論教學，然後業界嘅實務訓練，還有有實際嘅業績做得良哦。故說對課下無按火鍋，又對料理十分有興趣嘅雲山來講。確實係挺合適，但係挺唔會增加學下負擔嘅選擇的。不用加水嗎？不用再加水了。不要看到红就想加水。对啊，以前会加奶水，可是因为它今天这个配方前面蛋有调整，所以就不用再下奶水了。我們學校學習的科目裡面，我最喜歡烘焙，因為自己本身很喜歡吃甜點，然後自己也會去甜點店裡面買一些蛋糕之類的，就想說如果之後可以自己做蛋糕吃，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因為做甜點師傅可以做美好的東西，然後自己吃起來覺得很幸福，然後很開心，然後自己心情不好的時候也可以吃那些來療癒自己的情緒，然後也可以讓大家知道我做的東西，然後也可以賺錢。做得同自家嘅興趣、老能擺嘅職場相結合，相信係挺萬美嘅事情呢。不過做一個點心師傅，本身親手嘅，還係自家啲風海藝術蛋糕經驗唔啦。現在輪調式嘅課程，啲校內嘅實習時間，無像傳音課咁多。不過當日腳下相處嘅同學，手嘅唔係佢嘅專業長處，係佢嘅個性咯。他不太善於表達啦，就是都是安靜的。你要去跟他，如果跟他不熟的，會以為他的臉很臭，還是耍個性。可是事實上，如果你跟他熟了，認識他之後，你會覺得他是一個很好相處的人。然後有時候也神經大條，常常不知道幹嘛就會傻笑發呆。他發呆到連老師叫他自己都不知道，變成是老師要叫他起來罰站，他知道原來老師要來叫他。對，應該這樣。倒不下去了。你要再多一點。
后来文山两种渐渐面唔清楚状况嘅性格，喺职场当中做事情要较谨慎定位，惊怕佢會遇到當多困難有考驗哦。尤其喺廿八嘅體驗單位，是喺高雄菜地十分有名嘅手工點心店，韓國落帶幾個牛人，韓家係對世界第一等站嘅藍帶廚藝學校畢業嘅葉淑珍、蘇正主廚。希望文山做得調整性格當高嘅缺點，好好把握廿八難得嘅體驗機會哦。你好，是今天要来实习的文山吗？对。那我先给你介绍我们的店内的产品好不好？那我们店内啊，主要的产品是有法式的塔类跟美式的派类这样子，对。然后我们还有制作一些手工的小点心。你来实习啊，我们先教你一些就是派塔的制作过程这样子，然后就是希望看你能不能就是跟我们一起合作完成这项任务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啊，就是要教你怎么去制作我们的塔壳这样子，然后我会教你就是怎么去擀那个皮，然后怎么去捏制它。蘇正主廚嘅性格來講，不破做好，講求效率，體排見面，就先決定我用塔殼嘅製作來看一下文山嘅實力。唔過落咗做下，當份間就冇會少用。看起來神叨叨的，有樣本章來到嘅文山，心肝淡淡的哦。我第一次見到主廚的時候，給我第一個感覺就是他感覺很兇，因為做廚房一直要受那些雜音，一直這樣子吵，所以那個脾氣都會上來。這樣還不夠薄，還要再薄一點。你看你的這邊的厚度跟這邊的厚度是不是不一樣？那之後跟主廚相處之後，發現他其實人很好，也很耐心的教我去製作任何的東西。因為它這個是冰過的，非常非常的硬，所以你需要靠你全身的力量去壓制它。蘇正主廚嚴肅嘅表情，其實代表嘅一位專業點心師傅對做客嘅尊重。佢看起來簡單嘅塔殼製作，係點到一點出名嘅點心。做得本人客釋出感通，請基本上面係輕重要嘅部分哦。故說喺文山開始設計去做嘅時節，蘇正主廚嘅兩粒木珠是係像硬咁樣嘅木當當嘅看點，認真搭鋪都老品質名聲有關哦。掉在地上的為什麼會再放回去可以吃的東西裡面？這個很重要哦。你因為這個有關於衛生問題啊，還有就是你對客人的一個交代，因為你的東西如果不乾淨的話，你怎麼敢賣給你客人呢？然後這個啊本來可以回收再利用的，可是因為剛剛啊你已經掉在地上了，所以這個我們要全部丟掉，這個就浪費掉了。OK，這個要注意哦。這個放回冰箱，然後啊我要告訴你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點我們所有的工具跟器具啊，還有你使用過的地方，這個地方啊屬於你自己的空間，然後完了之後呢，一定要自己做清潔跟整理，好嗎？確實，隨時保持工作環境嘅清理和衛生，切斷係傳染傳染人員先基本嘅要求，真唔會造成其他使用人嘅唔利偏哦。不過，對於愛文山製造塔殼嘅測試過程當中，蘇正主廚未發現了一道有關文山性格當高嘅問題。對於文山他的個性來講啊，就是在我在交付他任務的時候啊，會發現到說，其實他好像是因為個性上面的關係，所以他都是屬於比較文靜的方面，連在回應我的時候，都也只是說一聲好這樣子。其實，我也是在猶豫說他到底有沒有聽進去，所以我希望就是說文山在這方面呢需要溝通。那目前呢，他可能在職場上面可能經驗還不足，可是他會知道說，其實人跟人之間的溝通是非常重要的。對，你不是只有回應而已，你還需要真的實際的行動，人家才會知道你對他的問題有所答覆這樣子。
我们刚刚就捏完我们那些塔了嘛，对不对？然后现在开始啊，我就教你怎么去进行一个烘烤的工作哈。然后我要告诉你几个注意事项，就是烤箱的温度啊，它非常的高，然后啊，注意手背的拿的时候，手背一定要开，要不然你这边被烫伤的几率会非常的高，哦。生下来就係同塔皮送你配上嘅，記得黏黏鋪啲蛋糕嘅頭位，就係做得保證塔皮配好過後，做得要正嘅色，然後鹹嘅環境哦。不過配上嘅溫度按個，咁樣嘅將做得控制好呢。答案就係熟土，呀，咪係亞吉團本身清開嘅烤鴨味。下面拖着这样子直接进来，哦，我们就这样放进来，然后烤箱马上关起来。你现在等待的时间啊，你有没有闲着啊？因为你还有其他事情要做，就是这边你要把它拿起来，你要把它全部拿起来，哦，把它从壳里面拿出来，会不会很紧张？有点在跟那个自己就是速度赛跑这样子，哦，然后也是一样速度要快。你怎么样控制你自己产品的时间非常的重要。烤箱在响的时候，第一时间把烤箱关掉。所以你看，你同时间进行的事情是不是非常的多？哦。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盘哦，这边也需要赶快封起来。对，然后接下来听到什么了？听到什么了？烤箱响了，要赶快先关掉。然后你刚刚烤好的是哪一个？还不够快，要再快一点哦。哦，你是不是一不小心就被烫到了？烫到了，对不对？啊，我刚刚已经有交代你一些小技巧了，对啊，我觉得你要走这一行的话，自己要有足够的想象空间，所以我觉得这项任务你可能非做不可了。我想放弃。啊？放弃？我想放弃。你想放弃？哦，你是不是一不小心就被烫到了？烫到了，对不对？所以我刚刚有跟你讲注意事项是什么？手肘要开，哎，你这样子是不是会比较好放？刚烤好的塔要拿出来的时候，放在冷却架之后被烫到了，很痛，现在破皮了。在我们一开始在制作的时候，我们都会解释得很清楚，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呀？尤其是烫伤是最容易发生的。我们已经先告知过他了，然后他才发生这样子问题的话，我觉得他可能在专注力上面可能要再继续加强这样子，因为问题不能重复的发生，需要再磨练一下。好，那这样子啊，是不是有一个伤口了，对不对？被烫到了，回家记得要擦药膏。对啊，要不然这边会留疤。你看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在这边，只要一不小心的话，其实每一个烘焙者他手上都会有疤。这是我在学校时候弄到的，这是我在这边弄到的。对啊，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这个印记，代表你是烘焙业的人，好吗？因为我在学校是没有这种压力，那出来职场之后才发现，我们必须要专注力要很够，去做好每一件的事情。做事情的时间也要拿捏好，不然一下子饼干会烤焦，东西会掉下去之类的。希望入嚟錄到嘅意外，雲山永久唔會停冰鐵。啲職場項要隨時保持專注力，就唔會發生意外喲。接下來就要留配好嘅塔殼做清理嘅整理，肯定記得全部按小小嘅齊構字，讓到位悠悠嘅糖分看起來色彩sáng熱。每一鋪一鋪嘅變做嘅本人見吞後欄上愛食嘅果子塔嘅，相信雲山天操當有成就感哦。不過對蘇正做出高級嘅過程當中，所提醒佢廣告嘅問題，雲山終於有當成嘅感觸。我知道廚房需要具備這些溝通，但是我就是
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不太爱讲话，就是不清楚说我讲这句话，我会不会伤到别人，还是怕我讲出这句话，然后别人会取笑我说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怎么会什么事都不懂他这样。可能本身也是接受嘅，未劳动到增入到职场上嘅新人，穷用，會受講唔出發，唔敢見門。其實我感慨咗希望人學到嘅真係自家嘅本質，未希望本身做得日日增加自家嘅自信心哦。那今天下午啊，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就是我会给你2个小时的时间，你自己去想一个产品，想象一下味道的组合，你要怎么去发挥，然后发展出一项产品，可以让我们直接做贩售的。对，然后产品的名称啊，还有价格都由你来决定。我觉得你要走这一行的话，自己要有足够的想象空间。然后去研究自己喜欢的味道，我们才能很清楚的知道你到底适不适合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好不好？冇想到也是這個文山竟然點唔講法，可能係對也先鋒來嘅任務還冇想法。鼓手蘇正主廚，結天本期待嘅時間。13年點靜下來，好好去想。但是思考嘅當中嘅時間過後，文山也是節強就會叫出來嘅。我想放棄。啊？放棄？我想放棄。你想放棄？为什么你还没做你就觉得你做不来？没有自己去尝试做好一个成品。所以你要放弃吗？今天主厨派了一个任务给我，那因为这项任务是需要我自己去完成一个塔，那我在学校是没有做过这类的东西，然后我怕我不能去完成这项任务，所以我有一度想要放弃的念头，有这种想法。那文山，为什么你还坐在这边？为什么你还坐在这边？你有开始在想你的甜点了吗？你想好了吗？你想要怎么去制作它了吗？没有。还没有。你这样子不行呢。对啊，这是对你来讲是一个很重要性的一个任务，这样子，我们交代的任务你就一定要做到。那做不好的话也没关系，就至少你尝试过了。因为做不好，我们可以再学再努力，可是不能直接拒绝，懂吗？可能主廚嘅機做唔得出隻奇切嘅花，文山想着呢。總算本期開始以為行通，拿起手機嘅結天前簽好嘅同學來聽書，同學咩當要功夫，一下嘅出趕過來。希望聽書文山向下辦成廿八嘅任務，對同學講出來嘅話，也未對文山投下大浪推嘅表現，以為很較深嘅了解。他不善於表達自己的情緒，然後也很難去拒絕別人，所以有時候別人委託他一些他自己不喜歡的事不喜歡的事情的話，他就會有時候會放爛，就是不理他，要不然就是找別人幫忙做。可是我覺得他這樣不太好，他說就不喜歡就不喜歡，不擅長的事情他還是硬着頭皮把它答應了。可是變成是說，他還要另外找人去完成別人委託他的事情，變成他自己會很累很麻煩。
像文山一样嘅性格，能摆伫职场，听说会遇到很较多嘅挑战。不过有同学嘅支持，做出交代嘅任务，咪总算正式开始咧。这时节文山嘅面孔，咪过一摆看到嘅笑容哦。就感觉没有很紧张。是因为有同学在一起做吗？比较喜欢跟同学一起做。文山一片自家设计嘅创意甜点，系用香蕉、老刺泡嘅来做搭配。男同學係用嘅甜點老藍莓，就係唔知嘅叫佢哋2-3人親密完成嘅作品，都在馬上將做得到做出嘅甜點咯。商品了吗？对，那可以告诉我一下，你们要取他们叫什么名字？有点好笑哎。文山的忧愁。哪个？这2个，一个是他做的，一个是我做的。那是沉香蓝莓塔。沉香蓝莓塔。然后我今天呢，我顺便看了一下你们的商品啊，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它商品是完全不及格的哦。主要原因有一些就是你们除了配色上面的一些搭配之外啊，然后层次不够丰富，就是我们要呈现的是一种立体感，还有它的主题不够明显。然后味道的方面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来试吃一下。你的酱料，还有你的馅料，还有你的壳之间的搭配，能不能全部融合在一起？基本上这个味道是 OK 的。那你先说你的售价要在多少？我是60元。那文山的呢50。好，那我可以很老实的告诉你们，这2个价钱我都不会想要买。像你香蕉切这么薄，他会觉得说你这个用料也太差了吧。再来就是你们都知道，法式甜点的话，它需要很多手工的地方。你们刚刚忘了计算你们的时间成本在里面。你看你们做一个要花多少时间？光是50块钱的话，可能你只有算到食材。可是以你自己如果要来创业的角度的话，其实还有很多地方你需要学习的。冇錯，想要做一個專業嘅點心師傅，切斷做唔得停頭下來，我建議學路邊人嘅經驗。2-3年嘅作品雖然冇達到蘇定做出嘅標準，不過雖然願意去吃，卻做在啲過程當中發現其他難道也唔啦，未吸收前輩嘅經驗和智慧，加上佢哋得到嘅正係真正貴嘅職場體驗。文山，最後主廚這邊呢，有事情想要跟你再交代一下，然後要讓你更確認的知道說你在這個職場上面能不能繼續就是走下去。純粹在你的個性表現上呢，我覺得你就是講的話還不夠多，發的問題也不夠多。然後如果說你在這個環境上面對的是很陌生的一個環境的話，我希望你能多聽多講，然後多問這樣子。然後接下來呢，如果你對甜點上面呢有很大的興趣的話，真的要非常的認真的去學習，然後學習到更多相關於就是這方面的嘗試這樣子。經過今日2年嘅體驗下來，我感謝蘇生主廚，我有耐心地帶領媽媽嘅甜點基礎嘅愛，也我仔細和每隻製作過程中細心聽我講解，我愛了解到一隻甜點嘅製作過程。當然我發現和廚房要記嘅東西較多，自家又較艱忙，所以我覺得做一隻甜點師傅係一隻較辛苦、較困難嘅事情。未來我唔想去做甜點師傅。